高雄的连环杀人案，市长的嫌犯也是唔承认，近来检警是第二届登到命案地点，嫌犯也带到现场进行生物分裂比对。因为有雇主泄露记录，行政院已经下令公务机关禁止使用知识。司法部长也提醒讲 ，ChatGPT 同款有治安的记录。有国际研究显示讲，若春节感染着流感了后，15天内大约有1成的患者会引起中风。医生也是建议讲，赶紧去注疫苗，才当避免重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的是中国开发这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德式，有雇主泄露记录，行政院已经下令公务机关禁止使用。那司法部长黄建南也要提醒讲，那这德式 ChatGPT 同款有治安的记录，认为这机密的资料就唔通传上云端，避免互人偷摕去用。中国开发的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 DeepSeek 引起国际关注，因为有治安等重大记录，行政已经宣布禁止公家机关单位使用，都惊国家机密性资料互中国偷摕。中大云有说云端跟地端的，那地端当然就是你自己能够控制你的资料的流通，你当然是可以放心使用，在云端都要小心。司法部强调 ，DeepSeek 3种使用模式，包括手机 App 还是连上中国网页甲开源网站下载模型，也不过使用 AI 相关程式，拢有风险，像资料外泄甲错假信息传播，未当无细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工作法，可以取得伺服器里面所有的资料，当它需要的时候，那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如果是云端的版本，我们是不同意政府机关把机密性的资料放在上面。另外，政府限制公务机关禁用 DeepSeek， 不过一般民众并无受限，专家都提醒，手机下载 App 各自开放外泄。对话的资讯，还有你的 Google 登录的账号的这些资讯，也都会被这 DeepSeek 官方做记录。开源的网站下载的话，那你下载下来就等于是你是在玩一个单机游戏。如果是下载模型32比以上的话，就要更高阶的显示卡，一张可能要100多万的，这是企业级的显示卡。另外，毋那是 DeepSeek， 黄建南表示，已经要求公家单位禁止将机密资料上传 ChatGPT 云端。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完实施 TikTok 禁令，台湾敢是要缀咧做？黄建南认为，爱观察川普动向。那美国要 TikTok 无排除使用可能，目前有关于政府颁布的各机关对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管制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同款是诈骗的新闻。有一个富人人哄骗2000多万，警方调查发现，讲这诈骗集团先假做亲情，再利用假银行员含假警察，伫讲电话过程叫这被害人的电话唔通挂断，对方讲要替你直接转到165查证，成功骗到这个富人人。刑事局也强调讲，若准对方要求电话卖挂，直接要替你转165，这就是诈骗。警方伫银行库存甲行员拍拼阻止诈骗，也不过更加安怎动犹原有漏交的。都有一名老妇人接到诈欺集团的电话，假作伊后生讲欠钱急要用，妇人无怀疑，将80多万用临柜会议室也无共的口子。后来再过了2个礼拜，然后对方又说：“你之前汇的账户其实有个问题。”再把他转接给警方跟检方，然后去跟他说明。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甚至还去抵押自己不动产跟解保单的动作。犯罪集团食了财味，案发了后2礼拜，佮卡互被害人。这摆假做行员讲，当初汇款的口座有问题，叫老妇人唔通挂电话，哪通电话哪输入165，转互警方查证。妇人真相信，所以佮互假警察引导到假警方，最后立即哄骗了，佮用保单加绑伞。抵押借贷，拢总损失2000多万。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行，应该用另一只打比较正常一点。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毕竟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可能还是会有人想试试看。通话中我就没试过了，应该不无可能啦，但是还是要查证一下。诈欺的步数真多，实在歹防，尤其假投资受骗的案件，一直是每日的帮手。警方分析，最近也有不法集团跨尊金价起，以黄金保单等诈术，写民众投资，即马骗人的手法多变，诈欺伫国内反行。伫政府有效打击之前，民众的自保方式都是爱提高警觉，多做查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为了要降低这流感引起的重症加死亡，卫福部疾管署宣布，今年10月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会改做上届新的3价疫苗。因为人口老化的关系，这采购疫苗数量要到700万吨，是有史以来上届多。另外，也有研究来显示，讲这感染到流感了后的15天内，大约有1成的患者会引起中风。48岁艺人大 S 因为流感过身，事实上流感重创健康的事件常常听到。监察院长陈桥去年底因为感染流感了后中风，好在在急救了后无要紧。根据2019年国际医学期刊研究显示，感染流感了后15天之内，每10人都至少有1人可能会中风。感染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些这个免疫的反应哈，这些免疫反应呢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细胞激素，这个过程呢会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这个通透性的改变哈，血管的变化，同时呢也比较容易产生，比如说是血凝啦，这就它的结果可能就是中风啦。医师表示，预防流感上好的方法就是做疫苗。卫福部疾管署表示，今年10月秋冬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会由这卖4价疫苗改做上新的3价疫苗。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了后，改变病毒生态，B型酸性毒用要减切无，所以世卫组织 WHO 建议用排除 B型酸性毒改做3价疫苗，也就是2种 A 型疫苗毒 H1N1、H3N2。还有一种 B 型疫苗毒维多利亚毒，和疫苗防护效果更较好。本来只要预防3型，你下去打一个4型的疫苗呢，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应该产生抗体的那3型的抗体会低一点，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要去产生第4型的抗体。它的能力有点被分散。目前社区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病毒株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会建议说，那这个流感疫苗可以从4价改成3价。疾管署强调，顶礼拜紧急买的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依然是4价疫苗，希望10月能顺利开始做。另外，今年10月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疫苗，目前是在作业阶段。为因应人口老化，65岁以上人口增加，按算买数量有700万剂左右，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阵啊，这急诊室呢有真侪患者，台南各大病院拢出现这肠胃负担超磅的情形。受到这流感加胃肠炎4价团的情形，这急诊的病床使用率拢超过100%。台南市卫生局就呼吁民众，若准病情较轻，会当先去诊所看，听好来减轻到这急诊的压力。急诊室外口已经10个病人等叫号要入去看医生。这阵台南大间病院拢是这款状况。春节期间，大概拜年人南来北往，加上今年关尾1个月，地区传染病越来越去。台南市卫生局上新统计，新台安南麻豆新楼病院顶5间急诊床位使用率超过150%，其中台南市立病院有228%悬。这病院表示，这阵唔干那流感，肠仔炎嘛动力也。看诊的人数大约是去年的加1倍。打过年大家开始住院的需求嘛较侪。目前大概每天有50个人在单程。大部分还是流感跟肠胃比流感还多。所以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急诊床位负担量200%，意思就是50个病床刷来100个病人，其中内底佫有真侪爱紧急治疗的，安尼对病患甲医疗人员来讲，拢是真大压力。为了应付这个情形，有病院是调医生来急诊支援，叫医生会评估病情，甲较无要紧的病患引导去门诊，减轻急诊的压力。我们也很理解说病人的不舒服哈，如果近期的部分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能够处理到他们的一个状况，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分流上面啊，或者是说在一个病人跟医护团队部分的一个配合跟体谅部分，可能要麻烦病人跟家属多包容这样。已于上周联系医师工会及诊所协会，请诊所加强门诊收治，协助分流发烧及轻症病患。减轻医院急诊压力。新老病院急诊科主任认为，流感上紧要等到月底才会豆豆平稳。卫生局是提醒民众，若小可感冒发烧，会当先去诊所看诊，避免因为急诊太累，延着治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拜早起受到这辐射冷却影响，上低温是伫咧苗栗3湾95度之尔。不过这寒流已经减弱，温度会回温。这2天啊，早暗温度会差较大。也若拜三是正过15元宵，全台湾拢会落雨。这中南部、东部雨水会较高。拜四甲礼拜呢，又有2阵这东北季风要落南，天气会变较寒寒。
拜日日头总算出来啊，天气有较温暖，这波寒流持续减弱，日时各地头会回温到20度左右。不过拜四、有礼拜分别会有2波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会感觉较凉冷。在13号的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影响之下，我们在北台湾其实各地的气温呢都是比较偏降低的情形。那各地的低温呢，虽然不至于有这种普遍10度以下的低温，但是大致上面还是可以感受到比前面的2天的气温在下降1-2度。整体来说，各地的低温约在14、15度左右，感受上面比较偏凉一些些。也若拜3元宵节有民众会去看灯会出游，气象署表示，拜2暗开始受风面各有南风混合影响，水气会由北到南影响全台湾，尤其中南部甲东半部地区雨水会较高，预估会持续落雨落到拜5。这一段期间受到南方雨系还有锋面通过的影响，全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比较增加了，而且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的这一带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其他各地也都是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所以说明显转雨的情形是在周3、周4的这2天，到了周5水系上面还是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到局部的降雨。气象署表示，拜5开始水气会较少淡薄啊，不过拜6礼拜因为各有新的一波锋面影响。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落雨。气象署讲，虽然降温无到冷气团的级数，不过因为水气一波一波来，民众游玩会感觉淡搁冷，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金门马祖地区较到大雾，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高雄发生连环杀人案，这嫌犯伫徛街内面杀死3位女性，案情侦办到今是第5天，现场的嫌犯有关是唔承认。今日检警是第2届登到这命案现场，也甲嫌犯带到遐进行成分分析比对。另外一方面呢，警方继续伫咧鉴定河也个高雄港区找出死者的遗体。要不要认罪？还是你在哪里？伫安全部穿荧光色外套的市长凶嫌，互警方带登去徛街查实早起。检警知道立即出来勘嫌，因为失联亲像遇害的姓赵林甲市长负责人，参细黄的大嫂最后身影拢出现伫嫌犯的徛街。警方也伫现场比对出3位被害人的 DNA 反应。承办的主任检察官率领检察官今天只是特别来比对我们所采证的相关生物基证跟相关的物证的一个比对的一个情形来做重建。检察官侦办案件来现场做一个厘清的一个动作。中会案发第一现场，警察局长亲自督导勘验，经过5点钟，县长凶嫌回案，检警超出大批警部带登去，附近厝边拢咧议论，指出伫农历春节进前，社会本色对飘出恶臭，时间点伤过卡合。过年前很频繁的倒垃圾，用黑色用塑料袋倒垃圾，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衣服都已经。警方连日伫鉴定河甲高雄港打路，查查各高调亲像人体组织3件累计到今已经有20多例，比对符合赵林负责人甲县长负责人，也毋过嫌犯有完无成立犯案，凶器等关键证物也还未找到。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为着加速破案，市警局启动严案小组调集40名警力，调看就千机的监视器，以同心圆、布防路线对撞模式，要用科学方式重新建立犯罪线索，厘清凶嫌犯案过程甲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新北市中和的私立春秋梦园，去年10月发生山径崩落来，有54个墓受损，加上有遭自救会指控业者拢无要处理，也拢无做水土保持。监委调查发现讲，这新北市政府限望换乡公所，可能有暗合业者提供土地的这个使用权，互因涉嫌盗利，纠正新北市政府有威胁，也甲这件案件移送法务部调查。山坡地大规模崩塌相片看到有几60个木仔柜的崩器毁损，观察黄金锭围骨线柜涂骹，互土石砍去。这是伫新北市中和私立春秋梦园，墓基数量有1300多座。去年6月因为大雨致使山坪崩塌，根据统计，64个木仔毁损，加上痛心的是，业者到款电业公司态度无积极处理。
因为我从去年6月我开始密集，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过去搜证，去观察它整个地形的变化，但是它很明显的，它是一直在往下掉，都没有做。现场后续紧急处理，是做更其他18支，还有铺设帆布顶。不过真侪网主指控业者无心经营，无进行水土保持，个别网主爱拆迁网地。网主不满新北市政府建材财政扩大，监委嘛展开调查，认为网园经营权有争议。新北市政府甲网安乡公所好亲像为业者量身定做，无采取公开透明，就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涉嫌盗利，已经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有违失，并移送法务部追查。是不是有公务员违法失职、图利甚至渎职，让这家公司用后面不当的手段来对付躺在地上的先人他们不可以去做这土地的贩售跟买卖，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啊，你只能帮我们管理就对了。对，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就是有去声明，这个没有图利。监委表示，新北市政府应该先尽监督责任，针对危害扣金再后复原积极处理。新北市政府回应，已经要求道权提送邦塔区土地的主干道，也个网园专区水保维护计划。目前主干道部分已经完工备查，专区水保维护部分等伫审查，嘛持续协助网主。若是针对内政部106年修正殡葬服务业申请经营许可办法，允准申请人干嘛需要减负一定比例的同意使用证明文件。监委认为应该依法律明定，内政部原来有无适当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各热逐年的元宵呢，各县市拢会举办灯会，也来看这新竹市今年的灯会，所互民众嫌歹看。除了这主灯无亲像蛇以外，也有民众讲其他的装置艺术看起来亲像是杜纹啊同款。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讲今年的灯会真有特色。这几只摇来摇去的物件，互人批评看袂出来到底是蛇也是杜纹啊。新竹市今年的元宵灯会，伫市区内东门城附近打造6个无共主题装置艺术，有民众讲看甲不飒飒。是有创意，但是好像离主题有一点偏差，有点像蚯蚓。从正面啊，因为你看它的脸很像那样可爱的小鸡。对，那我觉得从侧面看就很像一个那个彩虹糖。针对主灯的造型，大家有无共款的意见。也有议员针对今年的灯会的预算提出质疑。主灯看起来就很不像蛇，然后就是感觉做的没有很认真。花了870万，那不仅被市民抨击啊，是整个丑到最新高点，那整个展区规模范围也缩小，主灯更是枯燥乏味、无趣不讨喜。市府办理过好年活动已连续多年，自去年开始便将灯会活动与元宵晚会结合办理。今年预算规模与往年整体预算金额差异不大。市府强调，灯会870万的费用，唔拿用伫这座灯区，还有包括元宵暗会活动以及免费发予民众的环保高压灯，今仔开销甲过去差不多，只是水摆在人介意。这个装置艺术也意外引起外界讨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车头这地下停车场，过年进前启用了后，因为伤过空旷，这动线含指标拢无够集成，常常互民众是找无路，甚至对这车站大厅唔知要安怎行去停车场。这位民众手边楼梯边啊带指示牌，虽然有字有方向，不过伊也是沙无停车场到底爱对倒位去。新的高雄火车头地下停车场因为伤空旷，指示牌做了无够，不管是塞车也是骑车，民众定定找无出入口。就算是车停好要去车头的大厅，嘛看无路要对倒位行。尤其伊的奥多拜甲汽车的停车场是隔开的，若是坐唔到电梯，就会像这2个查甫囡仔共款，爱下过栏杆才找有车。无论车头外口也是内底，逐工拢有民众找无路的情形。停车场是等地下室无唔对，但是你机车都唔知影要去倒，唔知要往哪里走，唔知要放到伊嘛无指标讲，你机车可以放在哪边啦？我们只有觉得空间大而已，然后指引的方向都没有很清楚，然后也没有特别看到一些可能站务或者是一些人，那个对车站的人可以做询问这样。因为伤侪人在反映，这阵啊代替市府也改善。记者实际来到现场看，无论外口也是大厅，拢有增加袂少指示牌。高雄市议员张鹏友表示，
经过因实际会勘，包括停车场的指示，民众对检票口出来引导，拢会搁再加强。将汽机车停车场加开的铁栏杆也改造亲像公园迄款，方便轮椅出入的入口。那为什么会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呢？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明确的标志，你只能往这些未知的路口去试试看，碰碰运气。那所以这次的会勘呢，就希望说可以改善整个车站里面的识别跟引导系统。因为车头也有真侪所在也未完工，短时间内敢若会当增加简单的指示牌。有民众建议，不如比较便宜，地图较过线，无共方向用无共色水，安尼较好找路。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也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含罗西亚的电力系统出柜，准备要换去后面的气力系统。事实上，这项行动伫咧2018年俄乌战争进程就已经启动，所以罗西亚是无什么动作。那这罗西亚的电力业者就伫咧等，因此认为讲，若准唔用因的电，就要面对电钱大起价、经济袂发展的问题。后面这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相关国家的元首也是部长共同主持启动仪式，代表性将渤海三国的电力系统纳入后面的体系中。后面甲各国政府拢坦白讲，这是政治性的决策。Today is a day to celebrate, because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energy. It is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It is about European sovereignty. 原属于前苏联的渤海三国，伫苏联解体了后，由原继续甲罗西亚共用电力系统。2001年，包括白俄罗斯、罗西亚甲渤海三国共同组成电力联盟，由罗西亚电力业者统一供电。甲本土小价的加里宁格勒是由罗方就罗渤海国家供应电力。虽然渤海三国先后伫2004年3月甲5月加做北约组织甲后面会馆，也毋过这5个电力网络由原平安无代志。也毋过伫2018年。3个国家共同决定，渐渐转向连接后面的电力系统。拄啊过这礼拜6开始，甲罗方的电力连接接断了后，2月份会各自做独立测试，考验各国敢会当伫连接后面进程顺利运作。Our system is more in our control. We control our system stability. That's very important. Safe and stable electricity system at this point and at this moment is happening. Or we see a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lso, this is one of the critical moments for our situation. 虽然有关国家拢强调转向了后的电价值会降袂起，也毋过天开统计数字，渤海三国伫2018年的平均零售电价一度为新台币2.3块7到5块不等，甲台湾差无大。我已完成切断甲罗方电力连接的2024年已经起到新台币5块7到5甲8块4到6不等，比台湾的电力关真济。后面的平均电价我每度新台币10块，是台湾的2倍。所以对渤海三国的电力转向，罗西亚电力业者表示，相关国家的民生物价甲经济成长会受外在冲击，有待观察。公司新闻记者陈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这钢铁和阿鲁米产品准备卖来美国，就要扣25%的关税。但含日本和台湾是亚洲地区3大钢铁出口国，到时阵影响是真大。另外，川普伫咧电视访问时阵也强调讲，这好野人马斯克传领的政府效率部会找出联邦机构美金上千亿的弊端。伫咧坐空军1号机纽奥良要看超级杯的半路，美国总统川普伫咧会议顶宣布，对所有进口入来美国的钢铁甲阿鲁米制品，要扣25%的关税，包括自加拿大甲墨西哥进口。Any steel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have a 25% tariff. What about aluminum? Aluminum too. 10%? No, 25%. 25 for aluminum. 25 for both. Nobody can have a majority stake for U.S. Steel. They can for other companies, but not for U.S. Steel. I think you agree with that, right? 南韩、日本甲台湾是亚洲对美国上大的钢铁出口国。自从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接替中国伫咧美国的市场，即马恐惊是第一个受影响。川普也强调，拜2或者是拜3可能会宣布对等关税。也就是讲，美国出口的商品，若互任何国家扣关税，那呢，这个国家的商品要入来美国时阵，也会互美国扣关税。另外，由亿万富翁马斯克所带领的政府效率部，
将会斗相共找出联邦机构内面几多千亿美金的弊端。Maybe in 24 hours to go check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s going to find the same thing. Then I'm going to go to the military. Let's check the military. We're going to find billion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raud and abuse. And you know, the people elected me on that. 专部重新检讨五角大楼支出的必要性。国防部的年度预算超过8000亿美金。专部讲，马斯克伫咧制作无必要支出方面帮助正大。伫咧问到是毋是会信任马斯克，会正公平的摕掉浪费性支出时阵，专部是讲马斯克甲伊的事业未因为主张政府效率部而得到什么好处。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美国总统川普一礼拜会宣布新的关税措施，咱的经济部也要组团，按算明仔载去到美国沟通收集资料。另外，台积电也要伫咧美国召开头一届董事会，引起外界关注。咱建议谈判办公室争取台湾的这种竞争力了。经济部长郭志辉7日接受广播专访，面对美国川普政府上任，要伫这礼拜宣布对顶关税措施，外界预定台湾顶部的有盘有可能会包含在内，半导体产业恐惊会面临100%的关税。经济部由政务处长江文玉带团要伫11出发去美国沟通。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收集一些讯息。美国如果科100% 的关税，或者科很高的关税，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台湾到美国的只占我们出口的4.5%。郭志辉讲，以数字资讯为主，根据了解，进前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冇进行议演，但是美方对谈的战绩目前也无公开。不过，伫这个同时，台积电要伫美国时间7日头一届伫美国举行董事会，台积电的扩厂布局真受关心。政治压力一定是存在的，未来可能加速在亚利桑那州的建厂的进度，先进制程加快在美国的一个落地，甚至于说所谓的让美国政府或美国的企业入股台积电。台积电7日嘛公布2025年1月营收报告，合并营收新台票2932亿8800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不过罕见声明1月2日也加买真侪间地动买影响，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台票53亿。另外，经济部长郭志辉伫广播专访，再提起海外正电的议题，不是天马行空，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外很多人在做。郭志辉讲，伫当地生产的绿电会当卖予当地使用，碳权再搁提转来台湾，无卖出去的绿电嘛会当搁牵缆线送转来台湾使用。记者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下晡启动台湾宪政史上头一届院制协调，邀请5院院长来总统府讨论国政。赖总统发出讲，这国和万事兴，这5院就亲像5支手装头仔同款，合作会召力量。这会中包括着行政院等4个院拢关心这总预算审查情形。立法院长韩国瑜也答应讲，会含朝野党团协商，这礼拜总预算审查报告会送到行政院，也呼吁这行政院唔通提出总预算的复议案，也希望赖总统会当停止大罢免。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拢面带笑容，做伙行入总统府大礼堂。赖总统7日下晡启动咱国宪政史上头一届5院协调，邀集5院院长会商国政。会商前特别选伫代表真空万里的政厅向院长致意，尾也搁送5个红会响杯，代表5权分立、5院合作甲团结。5院就像5根手指，各有其功能，五指并拢才有力量。民主国家政党之间是竞合，而不是零和。无论是外部风雨、内部纷争，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大步向前。赖总统话讲，国和万事兴，希望透过5院协调化解政治对立，甲5院关门会谈将近2点钟。结束了后，韩国瑜表示，大家拢关心总预算审查，希望莫影响业务推动，也承诺会甲朝野党团协商预算3党状况。这礼拜6进前，会予总预算案审查报告送到行政院，也希望行政院莫提总预算复议案。呼吁行政院不要提出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议案，不提复议案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希望赖清德总统
能够停止大罢免。复议与否，那总统也特别提醒，目前呢，在整个数字还没清楚以前呢，行政立法之间的协调呢，能够未来怎么样一个处理？副方补充，行政院敢来当被动提出复议，但是韩国瑜提议的行政院卖提复议，2院并无伫会中就细节定案。不过罗总统请倒英台甲韩国瑜找朝野党团讨论了后，继续解脱。但是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会中强调，是以司法首长的身份来参加，并无提起关系大法官补贴人选甲宪诉法修正案、释宪案的任何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委大罢免，即马各地头拢伫咧滚假，罢免团体下晡也去到中选会，到第2批11位国民党立委第1阶段的罢免提期联署书，联电创办人周兴成宣布要做罢免徐卡心的领衔人，指控这南北两党的这立委呢，甲这立法院变作是中共在台指挥部，准备要来信通过鬼。那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王宏伟、罗志强因也表示唔惊罢免。另外，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呢，也伫咧面册顶头号召志刚，要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法口号要踢除反共立委大罢免国家全台罢免团体制造，各地的中选会到第2批，甚至是国民党立委的第1阶段罢免提期联署书，并团强调这不是受粉饰罢免，是爱台湾的行动。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出来力挺，担任罢免拿回徐卡新的带头人，指这场大罢免是台湾的背水之战。这些蓝白立委是特洛伊木马，已经把立法院变成中共驻在台湾的指挥部，准备和中共里应外合，让台湾被中共吞并。目前中选会首条立委罢免案第1批国民党立委包含王宏伟、李干秀、叶冠之、北群区等19人，第2批加上罗志强、徐卡心、赖书宝、洪明凯，共计新增12人。国民党也用8这包含吴思瑶、吴派玉、苏卡辉、蔡其昌、林俊宪、王庭富13人，总共44个男的立委被锁定罢免。国民党团chế造下晡举行新会期，党团3长就职典礼，中调北军区书记长王宏伟、首席副书记长罗志强拢伫罢免名单。在这新的会期，虽然面对赖清德推动的全国性的大罢免，这也是台湾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但是呢，我们会勇往直前，我们会承担民意，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保证，我们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坚守岗位，大家说对不对？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甲党团干部参加就职典礼等现新会期合作。吴国昌也伫面册宣布早读立会变行动，号召志刚罢免立委，一起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反对民进党走向威权独裁。把民众党拉到了一个深蓝的光谱光谱的深蓝那一块。针对吴国昌第1批行动点名吴思瑶、吴派玉，吴思瑶反对党批评吴国昌违选党主席，将国民党立会并标签不合长期就是斥责的是中共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公民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第1阶段有够标准，已经将2000多份的提起书送到中选会。不过最近传出讲有花莲的户政人员来到陈家厝要查核参与联署罢免人的资料，引起质疑。花莲市户政事务所表示，一切是照规定来执行。花莲地检署有表示，已经收到最高检提供民众检验资料，目前正在调查。花莲国民团体自今1月开始伫家路收罢免国民党立委北群区提起书，最后第1阶段达到标准，2673份提起名册，送到中选会。不过最近传出花莲市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到民众岛查询登记人是不是本人，引起疑虑。这种行为不就是要让民众去害怕，甚至说让民众会觉得说，他的资料跟他的个资都会泄露。花莲市户政事务所回应是第1时收到公文，要求10天内完成查对，户政单位一切依法执行。因为以前核对工作时阵，都大部分透过电话或者是亲身拜访的方式。
不过中山会伫车拉道发公文提醒，照规定查核身份，只有由主办三位查队用其他方式进行。其实我们户政事务所同仁所做的各个相关的业务，完全符合公务人员服务法以及相关的执行的法规跟法律。那我们其实很真诚的建议，我们中央选举委员会对于未来相关的选务的工作呢，都能够有很充裕的时间，然后呢各项的准备的工作。后勤事务所反倒等下呼叫中山会应事先做教育训练，后期在人造做，暗过有地方民意代表前回关护去民众的厝，查参加罢免的人资料。检察单位则想要用行政措施界限，希望大司法修，暗过也是有人看不落去，事后到花莲地检署告发。中选会这边已经也提出了，就是说，做法是有疏失，而且是明显违法嘛。如果在你接下来还有遇到所谓的人员亲自访查啦，请各位都一定要在及时的当下拿出手机做录影。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最高检提供的民众检举资料，已经分案调查，另外发布资料查对。中山会表示需要30日，那先喊导演进入第一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1日，假期大埔地震了后，最近寒流是一阵接一阵来，目前还有10户的灾民住伫咧棚厝内面。台南市政府目前是赶紧整理南水浑水的旧宿舍，要来安置受灾户。天气真寒，南西湾区居民一透早起床，就赶紧烧柴烘烧。好佳在这几天有公所提供厚的棉被，互因袂受风寒。假期大埔地震到今已经20几天，南西湾区地区也有10几户，也住在起地庙头前的棚厝内底。恁要安怎？敢有啥物被啊？啥物件通用？有啦，有被啦。啊是，无拢当下堆。是向好恁的啊？公所的。只是想回去住啊，就是想回去住了啊。但是现在还是一直在余震。余震啊！想说要去收容中心还是什么？太远了。太远了，对哪来中？高丽博远呢。哦，你们这边大面锅还有一段就对了。对啊，然后棉被多放一点，然后多盖一些啊。还是会感冒啊。民众坚持住咧家园，唔愿离开。台南市府规划提供南水厝旧宿舍做新的安置地点。初十一透早，国军派人赶紧到整理环境。差不多1天的时间，会当整理14户厝体，佮加上早前已经完成的17户，拢总会当提供34户。所以水利署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让我们进去来清理。清理完之后，我们完成法定的拨用程序。那这个就我们来管理了。有34间国军剩下17间要清理国军的任务。感谢他们，公务局要进驻来粉刷墙壁，来清理那个卫浴啦，或者是其他内部的地方。那该更换的设备把它更换起来。云飞特也前往展文青年中心，感谢组织投入修复工作。针对也无大单，不过部分损害的厝体，也会透过组织核调专台、各县市有建筑，也有水电专长的职工协助灾民修复。市府会全力进行灾后复原的工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要停水啊！对1开始呢，因为这德寮站的供线要换新，有10个区会停水55点钟。凤山、大寮、南亚坑8个区全区停水，大概有48.7千户受到影响。虽然有这水车含灌水站，不过店家也烦恼讲生理受影响，这洗车业者可能也会休困啊。将饮料装好了后，南亚溪这间早餐店的头家娘就赶紧将鼎摕来洗。开店做生意，万拢爱用到水。但是包括南亚溪在内，高雄有15个行政区对1开始要停水55点钟。其中南亚溪、凤山、大寮8区，包括产业园区是全区停水。无论是徛街也是店头，大家一听到要停水，停3-4天，拢感觉真无方便。基本的，阮的碗盘啊、位册迄拢无法度洗断啊。这是一件足麻烦的问题，卫生问题啊。然后就是基本咱徛街嘛同款啊。你敢若便所，这无法度洗，这是足无方便的代志啊。欠水啊，无水就休困啊。欠水你要安怎欠嘛？你敢有水塔是啥？就用遐水桶落去欠嘛。
啊，欠偌低算偌低啊。那会停水停3-4天咧，自来水公司讲，主要是高雄得了站的设备爱换新，因为施工的难度较悬，才需要停水停遐尼久。这摆停水停55点钟，那民生用水受影响的也包括南科、桥仔头园区、仁武、大社等等的工业区。自来水公司会安排水车甲加水站，而且也会协调净水场，和受影响的厂商用水车来载水。本处已规划加水站96处，自由水车10辆，以及其他区处支援16辆，以应民众用水需求。目前仍持续与地方沟通协调增加中。本案停水期间受影响的工业区，本处已规划澄清湖净水厂及北岭加油站，供受影响厂商水车载水。民众虽然感觉停水真无方便，不过也是会当理解配合。自来水公司强调，民众会当先欠水，因会继续甲地方协调，增加加水站的数量，将影响降到上低。记者柯卡祖、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去年台中捷顺交通公司传出欠驾驶和行政人员薪水，也有资遣费，加起来有700多万。这官司打1年关，已经有56个人胜诉，申请劳保局呢，先来替这公司出钱。不过外界也批评市政府应该爱提出更加积极的做法来保障员工的权益。市政府表示讲，未来拍算伫咧契约规定，补助款爱先摕来付驾驶的薪水。去年2月，有真侪公车司机出面指控，台中捷顺交通公司欠司机甲行政人员的薪水甲遣散费拢总700多万。目前是有79个司机甲行政人员提出民事诉讼对讨，已经是有56个人胜诉。有要去调解，老板都没有出席啊。我的部分大概20万左右。捷顺交通2023年因为经困难公布停业，除了伫台中共济集团伫咧桃园、云林、阿里山，嘛传出讲有欠薪水。2024年法扶基金会代替75个员工来提告，另外有4个人是家己提告。目前是有33个人已经领到劳保局的代偿，23人也当咧申请，各23人也咧拍官司。有民代认为交通局2024年有承拨1109万补助款予捷顺交通，不过因煞无承拨发员工的薪水，市府应该有相关的规定。营运所得，不管是正的或是负的，所以债权优于股权的状况之下，你其实应该要先付这一条这个款项给员工嘛。于去年客运业者会议上，多次要求客运业者应将相关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薪资，并持续提升驾驶员劳动环境。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是否明定于契约中，交通局已在研议中。捷顺交通停止经营，电话嘛已经敲未通。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已经真侪届要求业者应该把相关的补助款摕来做司机的薪水，讨论未来会甲写入去契约规定，保护员工的权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11月，这国际奥会要含沙乌地阿拉伯的奥会合作举办头一届电竞奥运会，台湾也会组队比赛。目前台湾现役的职业选手才200个。体育署讲，今年要推出类黄金计划，栽培这重点选手。不过学者是认为讲，台湾的商业制度，也有职业化市场，也是需要较全面的，才有机会和北国来徛起。有没有问题？冲拍怪使用武器，正受科技大学电竞系校队的队员，哪怕受证证书。现在无后的副控室，同学做导播、乌比手，还阁有音控师，大家拢无用气气。大家拢抓准讲，迄电竞敢若拍电动尔，以后就出来佚佗。但是电竞是有足侪发展啊！我伫咧电竞是做主持人较侪。这几年电竞哪来哪受欢迎？根据统计，全台湾有成立电竞相关科系甲课程的大专院校甲高中职超过200间，现役的职业选手200多个。今年11月份，台湾嘛去沙烏地阿拉伯参加头一届的电竞奥运会，比赛3大项目：竞技运动甲传统运动模拟游戏，阁有非运动类的传统电子游戏。不过，眼前台湾的挑战未少。台湾这商业制度，咱这职业化吼。市场较无遐全面，较无遐全面，就来讲，咱今年开始，咱嘛是，咱这职业联盟嘛是含东南亚、越南，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合起来，咱即摆伫台湾的比赛。主要跟韩国跟大陆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多，所以这方面的市场也比较大。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间企业也好，他们比较愿意去支持这一块。
学者嘛表示，过去台湾电竞活动伤过注重实体，线顶看直播的观众嘛行袂出台湾市场，佮包括这几年未少外资组织伫咧东南亚，影响咱台湾的企业无法度永久投入资源。体育署伫咧今年买设类黄金计划，全力栽培精英选手，减少人才流失。也若奥运会国手的名单，就爱等主办单位公布比赛细则项目，咱就会当开始组队经国手路。记者阿明金、罗维做高雄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伫2024年有针对着国中和高中的学生进行校园霸凌调查。虽然这霸凌发生的几率有降低，不过防霸凌的学生这失眠的比率却来增加。也发现讲重视校园辅导环境会当降低霸凌的几率。另外，自商心理师工会也建议讲，要加互学生了解各种霸凌的情景，提升应对霸凌的认知。拜二开学，伫学校除了学习，也会交朋友。儿童福利联盟拜一发布2024校园霸凌网络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校园霸凌发生率是10.2%，虽然甲2023年的15.1%比起来有降低，不过因为霸凌失眠或者是困无好的学生比例是对19.5%增加到30.1%。因为这些在学校的困扰会造成他晚上的时候更加对于明天的上学可能更加感到焦虑等等原因，所以他失眠或者睡眠障碍的比例大幅的增加。医学联盟表示，校园霸凌对学生的心理创伤影响足深。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感觉互人孤立，也有大约4/5的学生无助，唔知要安怎。另外，医学联盟也观察到，若是校园建立更加全面的辅导资源，而且愿意互学生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学习要安怎处理，愈透明公开，学生也会较愿意信任学校和老师。除了讯息上的宣导之外，应该呢也要让学生知道说，在我们自己的学校，时常会碰到什么样态的霸凌。那是受霸凌的同学，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呢，你这些反应都不可耻。自商心理师全联会表示，反霸凌不是导师和辅导师的责任，是伫教育现场所有人爱同齐来重视，培养同理心，才通让学生拄到问题愿意信任大人。另外，医学联盟也建议家长会当加关心观察囡仔的校园生活，若是有霸凌的状况，爱先尊重囡仔的想法，用沟通引导的方式帮助因解决问题。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拜二就要开学啊，为了要确保这学生囡仔上下课的交通安全，几位民间团体针对6都高中以下摕到国土署补助的学校，经19间出来检视这学校4科练的安全，平均分数干那33.79分。民间团体就质疑讲，这政府投入48亿的经费，虽然无发挥作用。板桥中庆国校的校园边无设人行道，行无几步路，搁爱闪电火条啊！若无设置，就去互车压着。若是这个所在，就连过马路拢有障碍物挡掉咧。学生囡仔若要过马路，就会去互这个旧衫灰羞羞挡掉咧。若是要过马路，就爱向头前一步，看卖头前敢有来车，安尼实在是真危险。为着要保护学生的用路安全，国土署伫咧113年有投入48亿的经费，要改善校园交通环境。不过有民间团体质疑讲，这48亿的经费无发挥效果，因为因针对6都内底19间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关卷拢无及格。及格分数是60分，但是我们这次检核的结果呢是33.79分，所以可见呢，这些学校在虽然已经通过改善了，但是改善完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民间团体指出，这间中庆国校是全新北市分数上低的学校，敢若22分。除了路面无够宽，就连学生行路的空间拢会去互铁网啊砸掉咧。因为那边的行走的部分是比较危险的，所以那时候养工处来跟我们做过讨论。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呢，会针对我们的泳池的围墙，然后内缩大概150公分，然后做一个安全的步道，让学生跟行人可以步行。学校表示，目前拢总有98个志工警察咧协助学生过马路。去年嘛有申请国土署的补助，做人行道拓宽的工程。也那国土署是回应，去年开始拢有伫咧线顶提供街仔路改善平台，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力量，斗阵改善台湾行人交通的环境。记者戴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台北市卫生局今日公布去年113年违规广告的情形，这食品、药品、化妆品等违规广告，共罚669件，罚
款呢是7500多班，其中20篇违规广告460件，罚5000多班上介济。就是这种拉贝精粹饮，业者讲应利用汉方萃取精华，达到乱用子宫、有防子宫提早老化这疗效，看效医疗效能，违反是案法，互台北市卫生局开罚。这是去年食品违规广告，累计再罚上济产品，去年总共处分28件，再罚金额高达694万。就会让民众误以为，就是说，它这个拉贝精粹饮就可以改善身体因为寒凉而导致的一些雌激素的问题月经周期失调、经期症候群，改善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年113年违规广告查缉，食品广告上济有460件，总共罚5204万。第二是药品、医疗器材有37件，1340万；化妆品有172件，1044万。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食品广告当中，用讲提悬免疫类的是占第一个，第二是减肥散心类，还有皮肤美容类。预防癌症、清肺止咳化痰、治失眠、治疗泌尿道感染、或者什么强筋壮阳等词句呢，就涉及到医疗效能。卫生局表示，一般市面上买食品，敢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甲热量，无有提升免疫力、减肥散心等，看似改变身体外观功效，佫无法度达到预防改善或者是预防疾病这医疗效能。提醒民众买之前，一定要停看听，冷静思考是毋是有帮助。详细看包装的资讯，佫请教医师这专业人员的建议，才袂开钱佫无效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校园即嘉义民雄的亲子共学群甲救国团合作，做法举办科技甲实用教育的活动营队。那邀请这育苗场来教囡仔安怎点菜籽，佮体验着这无人机的操作，互囡仔体验的过程学习到课本以外知识。伫老师的指导之下，不少囡仔来学习操作无人机。有人的无人机飞袂起来，嘛有人是无张电启动着天棚。民雄亲子共学群甲救国团做伙举办科技甲实用教育的营队，要互囡仔有无共的学习体验。那个无人机进球，然后要比赛那个进球进。再来，我们无人机的产业园区也要成立了。那透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把科技还有农业教育。农业教育，还有一些我们的食农教育，然后带来给小朋友做体验。除了室内的科技体验，互我嘛有食农教育的课程，也有菜籽汤浸班，在地路仔园的业者嘛带路仔来甲囡仔耍，互因学习课本内底无讲到的在地产业。受救国团的邀请，我们带水路就冬令营跟小朋友来互动，然后让小朋友学习一些鹿的相关习性以及饲养方面。这个营队去年校热办的时阵风评真好，所以今年校歌这场有请一寡外县市的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救国团表示，增开囡仔校歌时阵，无一定有所在通去。营队的活动结合在地产业，唔但互囡仔耍哪学，嘛会当来认捌家己的故乡。记者林慧萍嘉义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4度。平遥金门马祖对8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